喺今期嘅影片入面，我哋將會探討股票掛鈎票據，簡稱 ELNs。首先，咩係股票掛鈎票據？股票掛鈎票據係一種結構性產品，結合咗債券同埋股票嘅特點。佢包含咗一個被對認購期權倉位，即係同時買入相關股票，並賣出嗰間公司相同股票嘅認購期權。當你投資股票掛鈎票據嘅時候，你會定期收到收益支付，通常係高過傳統債券嘅收益。呢啲收入係嚟自賣出期權所獲得嘅期權金。佢同時具有股票嘅特性，到期嘅時候，你嘅初始名義本金會被償還，但償還金額同相關股票嘅表現掛鈎，並設有預定上限。我哋通常將股票掛鈎票據嘅年期設定為53週，最高資本增值為10%。股票掛鈎票據通常係點樣運作嘅呢？等我哋用一個例子嚟說明一下。假設呢個股票掛鈎票據同 XYZ 公司股票掛鈎，初始嘅時候，基金以$100買入股票掛鈎票據，行使價預定為$110。喺1年期之內，基金每個月會收到$1嘅票息，相當於12%嘅年率化收益率。到期嘅時候，根據股票價格可能出現唔同嘅結果。如果股票價格喺到期日保持喺或者高過某一水平，即係我哋叫嘅行使價呢，你會收回本金，外加行使價$110同初始價格$100之間嘅差額，再加埋預定嘅票息支付$12，就好似收到利息咁。呢個情況下，總盈虧係$22。如果股票價格曾經去過$110，但到期嘅時候下跌咗呢，你會收回本金，外加當前股價，假設係$105。同初始價格$100之間嘅差額，再加埋預定嘅票息支付$12。呢個情況下，總盈虧就係$17。同期權唔同嘅係，股票掛鈎票據喺到期前係唔可以贖回，到期價格會決定最終派付金額。如果股票價格從未去到過$110，而且到期嘅時候低過初始價格$100，你就會承受本金損失。若然股票價格最終係$97，意思即係相對於初始價格，你蝕咗$3嘅資本損失。不過加埋預定嘅票息支付$12，最終嘅總盈虧依然有$9。咁如果市場喺到期嘅時候遭遇嚴重拋售呢？假設股票價格最終跌到$85，意味住相對於初始價格$100，有$15嘅資本損失，加埋預定嘅票息支付$12，最終嘅總盈虧依然可以保持喺-$3，適中嘅水平。根據票據嘅結構，股票掛鈎票據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都會定期派付吸引嘅票息。因此，即使票據到期嘅時候股票價值較低，你已收取嘅票息實際上降低咗你嘅損失。